来，乡亲啊，关心到白沙屯妈祖的同时，咱嘛来看这个阿强啊的解放军最近打出着因训练的相片，结果互目睭金的网友来发现讲，其中一张相片的背景竟然是模拟着土横杨梅的台军岛的道馆，都参扛棒的湿水，甲这个古锥版的人物图拢真相共。这个文章一打出来，马上引发着网友热烈的讨论。也毋过嘛有民众感觉奇怪，阿强啊，哪会用台湾的加紧图咧训练咧？专家来分析，是要互因的军队熟悉着台湾的地形，安尼等到真正咧烧战的时阵，才好来掠这个方向。中国解放军陆海空大动作的军事演习对台湾宣示主权。即马网友发现讲，伫网络超演的相片放大一看，出现繁体字。网友满过秋田找到相片的背景是桃园杨梅的在地一间台军道馆。我觉得很压抑，那怎么会让他们用我们这个门面来做宣传？我不晓得这一件事。详细比对双方的色水同款，古锥版的人物嘛真像，后壁铁窗啊插字书啊，电话号码插字字，差不多有8分成，引起民众的讨论。蛮奇怪的啊。为什么？怎么会有我们台湾的那个照片？来到现场。教练学生照常练习，无受到影响。其实桃园应该是陆军的大本营，附近中立有良性营区陆军专科学校，也有良好营区；杨梅有太平里营区。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嘛伫龙潭。网友推测讲，桃园将成为中国进攻时陆战的第一波交战区。大家拢感觉讲了伤详细，是讲某民众认为讲，强军已经建造1比1的多机模型进行演练。这种战术层面，把台湾的一些街景融入，意思就是让。他们的部队训练的时候可以熟悉这地景地物，那么如果在进行作战的时候，就更为容易辨别这个方向。专家分析讲，国军也已经掌握强军的实战作战计划，不过对岸公布这个影片，互人引起联想，嘛好目前紧张的两岸的局势更加紧张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